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课文1和课文2，现在我们学习第15课的课文3和课文4。首先，我们看一下课文3，在休息室。休息室，休息的地方。我们在比赛之前要在一个地方休息，latihat，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休息室。同学们跟我读：上网，除了，新闻，花，极了。好，有2个人，同事还有小刚，跟我读：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啊。是啊，除了看新闻，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看电影、买东西。对了，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怎么没见你穿？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给我弟弟了，他满意吗？不用花钱，还有新衣服穿，他满意极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什么？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啊！现在是 сейчас， 怎么样？方便是 удобно，очень удобно， 怎么样？上网，用电脑上网 компьютер， 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是啊，他说，да，除了看新闻，除了 кроме того， чтобы смотреть новости， 新闻 новости， 还有人们6级怎么样？还可以 могут， 在网上听歌，также интереснее слушать песни， 听歌，在网上，интереснее， 在网上，还可以看电影 смотреть фильмы， 买东西 купить вещи。 同学们懂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除了是 кроме того， 除了6级，除了还，比如说除了喜欢吃苹果，还喜欢吃香蕉。我除了去过俄罗斯，还去过吉尔吉斯斯坦。同学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语法，除了还 grammatica， 除了还。好，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给我弟弟了。衣服我们说 платье， 衣服我怎么样？小，我穿着有点小 маленький， 给我弟弟了。我的弟弟 моего брата， 对不对？给我弟弟穿了。往下，他满意吗？满意吗？满意什么？доволен， 他满意吗？他满意吗？他满意啊，他满意极了。还记得这个语法吗？我们可以说好极了，очень хорошо，对不对？他说 он доволен， 他非常满意。怎么样？что не нужно деньги， 不要钱，而且 есть и новая одежда， 还有衣服，新的衣服。这是我们学习的第3课的第3课，在休息室，请同学们仔细的看一下每个生词。我们来看一下 text today， 这是一个 text， 课文1、课文2、课文3是个 dialogue。现在我们将要学习 text today。先看一下生词：节日、举行、世界、街道、个、文化 literatura。好，现在跟老师一起读。除了春节、中秋节以外，啤酒节也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个地方每年夏天都要举行一次啤酒节。在啤酒节上，你可以喝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除了喝啤酒，你还可以在街道两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歌舞。你想不想了解世界各地
各个地方的啤酒文化，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这里有很多节日，其中有一个词叫 Biva。现在 Biva 是什么啊？是啤酒。节日呢是 Prazdnik， 春节是 Praznik Viesny， 春节。那我们来看，除了春节，中秋节，大家来看，春节是 Praznika Viesny， 中秋节是 Praznika Sielecini Osien， 然后啤酒节是什么 ？Festivali Biva， 它是非常Osien Vashni Prazdnik， 啤酒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Vashni 重要。在中国青岛过了的青岛啤酒节非常有名。同学们以后去中国读书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青岛啤酒节。来，这个地方，我 Adamiste， 每年夏天 Gardelia 的怎么样举行啤酒节，啤酒节 Festivali Biva。往下看，在啤酒节上，他说 Na Festivali Biva， 你可以喝到 Można wypić Biva， 哪个地方？喝到世界上u różnych miastach miar， 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他说，除了喝啤酒，你还可以在街道两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歌舞。歌舞，什么是歌舞？Piesni tanci w różnych miastach miar， 对不对？你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听歌 ，slušat piesni tancuju， 可以跳舞。同学们想去吗？好，我们往下看，来这里，我们往下看，来这里喝啤酒，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Bajdzą siuda niedzień biwa， 就 Festivali biwa， 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好，同学们，这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第4课的生词。现在我们已经把4课的课文全部学完了。现在我们来будем делать упражнения， 关于这些课文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练习，根据课文回答问题。Ответ моя, ты будешь ответ моя вопрос， 回答我的问题，一共有6个。首先，同学们看一下。好，第一个问题，老师觉得大山的汉语怎么样？老师觉得大山的汉语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课文1。怎么样？老师说你每天认真学习，做练习，完成作业，一直不错，所以老师觉得大山的汉语水平怎么样？非常好。第二个，大家都来参加比赛，谁没来？我们来看一下谁没有来。我们来先看一下课文1，谁没有来参加比赛呢？对，除了小云，其他人都来了。再看一下下面的练习。老师现在在做什么？老师现在在做什么？这也是课文2的。老师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对，老师说不等他了，我先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好了，同学们，我们再往下看。针对于课文3，我们有2个作业。第一个是
大家可以上网做什么？小刚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怎么了？大家可以上网做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除了看新闻 （Смотрите новости），还可以在网上 слушать песни, смотреть фильм, купить вещи。同学们懂了吗？我买第四衣服怎么了？有点小，就是одежда очень маленький，所以我们就给弟弟穿。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啤酒节上可以做什么？我们根据课文可以看到，除了喝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还可以在街道是屋里前，街道上看不同地方的歌舞表演。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这个练习呢，同学们，请你们自己做，是我们的家庭作业。同学们，你们好好看，然后完成这个作业，发到 WhatsApp 上给我看一下。除了这个作业以外，我们今天的作业还有请同学们做练习册的习题。今天我们学习了课文1、课文2、课文3、课文4。昨天我们学习了生词和语法，请同学们要 повторить， 要复习，然后完成我的作业，发到 WhatsApp。好，同学们，下课。